像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很好，要学这各地方的方言。哎，尤其学当中要学普通话。是啊。那么大家才听得懂呀。像上海话，侬讲出自江浙两省，人家才听不懂，写也写不出，听也听不懂。哦，这个三个学普通话，我们都能写得出，都听得懂。那也不一定。我是北方人，我在上海多年了，我会说上海话，上海话我也能写出来一样的。侬写得出啊？写得出。哎，我一样的。你那么今朝，今天、今朝一样。今朝我交关高兴。今天我很高兴。我有时候不开心。有时候我不开心。是吗？不开心写的是。有眼窝塞。有一点，有点我是下起后水，下起后水啊！这真正的我拉不出来。是啊，我呀，这个哪里写得出来呢？侬碰上个娘舅，侬还要哭嘞？碰上那娘舅啊！我娘舅的名字侬讲也讲不来。哦，我不相信。我娘舅叫后狗梗，后么后死后，狗么狗笼来狗，梗么梗头跟到梗，叫后狗梗。叫哟，这个么子我吃不消。听得懂吗？一样上海人这个小姑娘生得叫我好看，侬叫好看，出自江浙两省人家听不懂。听得懂。侬北京闲话是好听。搿北京闲话是不是叫好看呢？不叫好看，叫啥？北京闲话叫漂亮。漂亮。我都不认识了。谁？搿么广东闲话漂亮，那侬讲看，哪能讲？这广东闲话讲不来。讲不来了。广东话漂亮不叫漂亮，叫啥？不叫好看。叫广东闲话叫漂亮叫啥呢？好靓啊！好靓。好靓。我用侬广东话来自个嘛？係啦。我同你講啊，我唔係上海人啊，我係廣東人。我哋係廣東同鄉。我問我廣東人好咧，我是廣東中山。我當我唔曉得呢。唔知道啊。今朝是吃碰上了。碰上了。碰上佢當我到問問侬了。好嘞，侬問問我好嘞，一句係話。咁啊，侬才知道咯。我知道啊。侬知道冇知道啊？知道冇知道。知道冇知道，唔係嘅知道。知道冇知道。侬問我。咁啊，我唔懂，我才問啊。好啦，冇問題嘅啦。咁啊，我問侬啊。問侬這個，咁麼父親叫啥？阿爹。咁麼這個媽叫啥？阿媽。阿媽。阿媽。咁麼這個女叫啥？女兒。女兒叫雷雨。叫雷雨。雷雨啊。咁麼這個大女兒呢？叫大雷雨。大雷雨啊，大雷雨對。咁麼這個小女呢？叫細佬。咁麼好小女。細佬。細佬。大雷雨細佬，我兩本電影都看過的。咁麼請問到我，這個大塊頭，像那大塊頭叫啥？肥佬。肥佬。咁麼這個女的大塊頭呢？肥婆。肥婆。咁麼這個女的大塊頭來吃粥。肥婆粥。那個廣東話肥婆粥而已。哦喲，阿爹了，侬不靈啊？不靈啊？阿周啊，我沒靈嘅啦，哪能不靈呢？哪能叫我阿周啥的呢？廣東人啦。老長輩客氣啲嘛，先生啊、同志啊，阿拉大家不客氣啊，姓周就阿周啊，姓黃嘛阿黃啦。咁麼姓李呢？阿李啊。咁麼姓張呢？阿張啊。咁麼姓梁呢？阿梁啊。咁麼姓白呢？廣東人不姓白啊。
哦，现在我不问侬噻，哎，再问我去自家亲眷来了。我妹妹叫我问广东绝对两同志。侬去问广东同志，我是假的，我唔系广东人。哎，我系上海人。我真要学两句啦。要好就学，真的要学。哎，我上趟能讲我会子广东话不晓得了，我苦头吃足了。哎呀，不会讲广东话，我们吃啥个苦头呢？那上有时间我来了广州。哦，侬到广州？哎，对。哎，侬上个月广州去过了？我来广州有一趟乘电车。乘电车嘛，这个电车里向交关挤，比较挤了，挤得不得了。那么夹得不得了嘛，跟我边浪向有女同志，一个女同志啊，那么夹不过啦，那么我就碰上伊了，我碰一碰了，夹上去了。那么我自家我也蛮难为情的，对不啦？我碰上伊，当然的。你晓得这个女同志倒蛮好，后来带我看一看，再带我笑一笑。哦，带侬笑一笑。大概认得侬唱不起。哦，那么我弄不懂了，那么我问伊了，我同志你为什么对我笑？哎，笑什么呢？那么这个女同志讲了，你是上海人讲了，跟侬碰上我啊，那可不能夹来夹去来碰上我了啊！广东人碰上不叫碰上了，叫啥？广东人碰上叫哎。那么这个女同志讲了。你爱我了？哦，那么这个我紧张了。哎，这个哪来是啊？我同志啊，你讲话你要注意分寸啊。对，这个爱不能乱用的。是呀，是吧？要看对象。对。那么女同志讲了。这要问你啊，你爱了我了，你还要赖吗？哎呀，啥路子？你说的。哎，我，这个辰光我到火了，是不是？我看见隔壁头交关同志，我一出声我就讲，同志们，现在大家都给我证明好吧？哎，我证明我有没有爱过伊啊？那么车子上向同志大家异口同声。好了，唔使咁多讲了。好了，老早看见了，侬一上车了，侬就爱伊了。对了，哎，不要多讲了，侬拉唔啥拉到了。阿拉开口见我看了清清爽爽了，侬一上电车，侬就爱牢伊了。那么我听辰光我也梗了，我也火了，我对女同志讲。首先我爱侬预备哪能啊？那么这个女同志讲，比起上海话蛮好。上海话哪能讲呢？一般讲，跟侬自家碰上侬搿这个样子，侬晓得我叫我吃力，侬晓得不啦？哎，对个女同志夹了一身往上。那么是吃力，上海人讲吃力了，对广东人不讲吃力的。叫啥？叫辛苦。那么这苦是伊拉不叫苦，叫福了，叫幸福了。那么这个女同志讲。你爱我，我非常幸福。哦哟，小生娘了觉着辰光过得老快的，